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了解什么是基因。那什么是基因以后呢，我们这一集要带大家来了解什么呢？因为基因我们是父母给的，不能选择。但是呢，我们透过基因检测之后，了解自己基因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缺陷以后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一些产品跟一些养生，让我们自己更健康哦。所以这一集呢，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那这一集我们邀请到3位来宾，现在为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宏威科技集团的创办人谢晋兴博士。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谢谢。非常欢迎呢，我们创办人到节目当中。好，另外一位呢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曾大千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最后一位呢是先见基因科技公司的江淑华总经理。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非常欢迎3位贵宾哦。那我们上一集节目当中呢，卖了一个关子哦，就是说我们的教授呢，其实他有率领团队哦，非常先进的来研发了，就是基因跟我们这个宏威科技相关产品里面哦，有一些相关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已经有初步的成果喽。那我们就先请教授来跟我们大家做个报告。对，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所谓的端粒这一回事。那端粒其实就是我们的 DNA 最尾巴的一个部分。那当我们每次细胞经过分裂的时候呢，这个端粒就会不断的缩短。那一直缩到一个程度，这个细胞就会死掉了。所以我们的细胞当然不会让它一直缩，所以我们细胞有一些酵素可以帮助你把那端粒增长的。所以我们去侦测这个端粒的长度，我们常常就可以反映到你现在细胞当下的一些青春的状况。所以当你端粒比较长，当然代表说你的细胞保养得很好。所以那就是跟宏威在这个活力美颜宝这个产品线上面，我们就来检测说，吃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你的端粒可以维持的比较好？所以等于是说在还没有吃产品之前，就先测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啊。然后呢，接着开始吃产品，可能3个月、6个月以后，我们就再来追踪说它的长度有没有变得更长。那所以像这样的检测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评估说，我今天吃的这些健康食品是不是真的有功效？对啊，因为常常你说吃着，有时候我好像也没感觉，但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靠感觉的，是要靠科学来记录。没错。所以当我们就去侦测这些长度，我们就会发现，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变得很长，但是你可以慢慢看到说，这些端粒可能就慢慢不短了，或是也慢慢变得越长。那当然这个需要时间追踪，目前大概我们追到了3个月。那再来，在6个月以后，可能慢慢就看到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健康食品毕竟不是药物，不是说你吃了你明天就要变成什么样子，它是需要长期保养的，这跟中医养生的观念很像，是需要长期不断的保健，那就慢慢看到那个成效出来了。所以像透过这样跟宏威这样一个研究，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在科学上好像还没有人真的这样去追踪啦。那当然这个追踪过程中，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大量的数据资料。那我们更知道说，台湾这个族群啊，你平均的端粒长度应该是在哪里，每个人应该在哪里，所以我们这样一测就会知道说，你明明40岁，结果也是像70岁的阿公的，也有可能。那通常最大的问题，最常看到就是熬夜。你如果长期熬夜的人，你来测通常都很短。像江总吗？就是会有这个压力大熬夜。对，那当然这些人如果好好的保养，他慢慢就会回到一个正常值来了。那当然我们讲这个端粒回到一个正常值，代表你的全身上下，你的免疫系统其实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所以你也会变得比较青春，也会比较不会生病。那我想这个检测是蛮有趣的，虽然不是很贵的一个检测，但是可以反映一下我们身体的状况。
那这是我们跟宏威在合作上面，我们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课题。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研究非常的重要，因为一般咱也可以加一个保健食品，然后加来大概讲好像有效就是自己心理作用，然后有的人说好像没效那到底有没有效？没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嘛。所以现在呢，那个教授用我们这宏威的产品美颜宝来做这个实验，然后而且其实现在端粒这个议题大家非常的关注。哇，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做了3个月，6个月后其实3个月已经慢慢有看到一些成效了。对，那6个月后我们非常的期待，到时候我们再跟观众朋友来报告说，到底这个产品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要实际的数据嘛，因为就是用科技来让大家了解不会说大家只是心理作用，吃一吃无价无波比这样子，这样科学重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要请教创办人那展阿公你就是有跟这个先见基因科技公司，你们有合作有投资，是的。那其实就是说，因为宏威科技会想要来投资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嘛，所以是检测这方面其实非常重要吗？我想科技在进步了，我们以前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要朝着刚教授讲的要有数据，要有检测，对呀，那消费者也好，或者我们本身才能够有更大的信心。是，所以我们推出这个产品，就是说我们就给我们的那个爱用者使用前先检测，是使用3个月再度检测。这个如果对产品没有信心我看是不太敢做了。对，因为检测出来的话，就可能就是一个伤害。没错没错。所以，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正式推出之前，我们内部已经有很多人在体验这个商品，那个效果真的让我们吓一跳那我自己也很用心在保养这个啦，因为正常人呐，都怕老了。怕衰老了，怕健康出问题那一旦知道好东西呢，我想有时候，一定要打破我们的迷思啦。就是讲迄个欠啦，咱这个台湾人就是拢真欠啦。我用台语讲咱台湾人这习惯来解释就欠长内多啦。后生新妇顾无够，查囝孙仔顾来斗啦。这年长者家己的身体放互安尼马死兼冻害啦。那事实上这个不是对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咱囝儿是最好的。实际上我们的下一代最期望就是他有一个健康的长辈，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也当在职场或在事业上打拼，安尼是最好的回馈啦。我想走到这里，所以我们首先要谢谢江总愿意给宏威一个机会跟他来合作，因为基因检测对我们公司将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推广市场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具。是，所以我们除了在台湾合作，我们接下来下一波我们会到马来西亚一起来合作这种基因的这种比较高科技，比较能够对我们的消费者，对我们的代理商能够真正产生最大的科学跟信心大概基于这个原因，还是要谢谢江总跟曾教授他们愿意给我们这个团队一个机会，谢谢。对，所以其实，在基因检测对宏威研发产品方面，还有提供我们民众一些产品呢，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帮助那我们知道说检测有很多种嘛，那其实宏威除了基因检测方面，还有做哪些检测呢？基因检测它算是一个比较前卫的那之前事实上我们是以做足弓矫正器起家的。那我们早期的话，足弓矫正在量测的时候，我们根据它足底的压力，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因为我们也用大数据在分析嘛，这个人的肩颈啦、腰酸啦、脊椎有没有侧弯啦、膝关节会不会提早出问题，光从判角图，我们大概就知道个大方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测。那我们在今年我们有推出那种大数据 AI 的那个数位版的这个那种量测系统透过 App 来讲，那会更精准这是我们起家的一个产品，而且我们在产品方面透过我们研发的信息能，现在已经进步到 2.0就是我们的矫正器除了基本物理原理可以平衡你的脚，让你的脚26块骨头在最佳的那个角度之上来让我们来走路啦散步啦甚至轻微的运动，达到最好的一个养生。
那之外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小孩子的成长，我们因为透过信息能，我们的足弓矫正器现在已经进步到，我希望你听了可能不会相信，因为它有一点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穿在脚底，我们目前把在每个族群，它这个时间它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症状，透过矫正器，我们有所谓，如果讲的就是好像有气啦，或者是我们养生的保健食品的那种气，它灌在我们的矫正器上，透过人体足部有6条经络循环来让我们的养生能够更效果更好更到位。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进口俄罗斯进口的这个量子 IPP 的检测，那这个检测在风险评估上，我们认为也是可以让消费者上我们自己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再讲一个，为什么你要吃高血压的药？因为你有量血压嘛。为什么你要吃糖尿病的药？因为你量血糖嘛。这个都是一种检测。那我们去给中医看，他就把脉嘛。把脉望闻问切，把脉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这个都是从古老的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检测方式。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不可能中医师嘛，我们没办法把脉，所以我们公司接下来会引进这种把脉的这种仪器，叫脉诊仪，配合那个中华医师科大的黄老师来帮我们协助，让我们知道我们12经络每一条经络的气，接下来应该怎么来达到我们因为人体是一个能量场，它是一个流动的能量场。那你因为我们生活习惯、饮食，我们很多东西那个好像水流会阻塞、会卡住，那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病变，严重的话就是癌症的诞生。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像最基本的我们的骨密度分析仪都有，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仪器，针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需要，我们给它做检测，检测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跟江总这边先进基因合作，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做，我们为什么要吃那个保健品？保健品这么多，到底哪一个是你最迫切需要的？就要透过基因检测，了解我们人体到底缺什么。你缺什么补什么，那才特别完旺嘛。我们别开钱啦。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精准。因为现在医学上也在谈精准治疗嘛。我们现在就要从精准养生一步一脚印，带给我们消费者，带给我们所有的 member，最好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大概简单的一个说明，谢谢。对，谢谢创办人哦。好，那这检测就是相当重要，检测之后知道问题在哪里，才能精准的养生嘛。好，那我们知道说先健科技这边也有跟去年有跟这个魁克生技有合作，所以其实让这个检测方面又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不对？是整个检测的一个市场从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抗原、抗体、蛋白质的分析，已经进展到一个分子分析的一个阶段了。那我们跟魁克生技的合作呢，主要是做在甲状腺癌一般的甲状腺我们通常从超音波或者是抽这个囊泡的这个 soup 我们通常比较难直接从病理的部分来判断它的癌症的区块刚才在上一集有提到说，有一些基因检测是在癌症伴随性诊断的这个区块所以我们跟魁克的合作就是在整个的甲状腺癌能够透过分子的层次，能够更快能够告诉我们的病人他应该要进行切除，还是说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那这个分子检测是一个蛮大的要紧。那刚才呢，我刚刚听创办人说，他是其实在这个整个保健食品行列里面宏威真的是一个让人惊艳的一个科技。对，他们的有一些使用的消费者也会很好奇说，他除了变年轻端粒变长之外，他发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比如说精神很好，那他想要更多了解说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他身体里面起了什么变化那他们有一个可爱的爱用者呢，就是找到我们做这个干细胞的分析我们一般做细胞分析
就是我们一般去检验所，你大家可以看到红血球、白血球啊、淋巴球啊，但是你看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把白血球做整个的分群。那我们把干细胞，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免疫能力的评估哦，我们可以看到 T helper cell 就是TH cell 哈cytotoxic T cell 哈 NK cell 哈，就是把整个细胞做很仔细的分群了。那他们就提到哦，他吃了他的美颜宝3个月，他发现因为他是一个肾脏移植的病人，很特别，他就觉得他整个精神的很好，然后他也很担心他移植的肾脏没有办法用得很好。那结果一看他的细胞我也吓一跳，他的免疫评估里面，他的干细胞在一个很好的一个量那我就跟他说，你的身体进行大范围的修复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因为我们都是学医学的就觉得说，好像只有药物才能够帮助一个人那事实上药物真的是比较末端的治疗，对，但是真正的我们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免疫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修复干细胞就是一个多元性的修复那在他还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之前呢，我看到他的干细胞真的就很漂亮所以我就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创办人，我说你们的东西好有趣原来一般医生会认为说肾脏移植，肾脏可以使用的年限，甚至他现在的状况可能就有一些预估那但是呢原来保健食品一个好的保健食品是可以逆转我们的健康这一次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对，真的没错所以创办人其实我们就是非常强调说，你如果把它检验出来知道说自己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不要乱枪打鸟，就是随便我什么都吃什么都吃都会健康吗？不对有些东西也许你不需要补充，所以我们精准的养生，精准的去用对产品，是不是很重要？你如果吃错了，可能不但没有效果，而且会负担对，这叫负担但是保健品它有个好处，它吃错的话副作用很少，顶多就是浪费钱这个跟药物不一样。那我们一般会吃药，事实上我们打一个比方，有人吃糖尿病的药，他糖尿病治好的吗？没有吧？就一直有人吃高血压的药，他高血压正常吗？没有。但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那个糖化血色素10几的，透过我们的一些系列的养生，他现在糖化血色素降到6点多，医生都主动叫他，你不要再打针了，你不要再吃药了。那高血压的话，那见证更多了，所以药大概只是控制，它根本没有办法治让我们痊愈。你要痊愈的话，一定是要透过食物食疗才是根本的啦。就是那刚刚讲到我们那个端粒美颜宝，我忽然想到一个见证我们公司有个同事了他自己亲身的经验，他已经停经1年多就是女人到了一个会有更年期停经，他结果吃了好像不到3个月，他好像那个又来了，他以为他是不是出了问题造成不正常的出血，所以他又跑到妇产科去检查，了结果那个妇产科医生恭喜他，你回春了。回春这个是事实上，如果他不是透过这样来做保养，但是他当初保养也没有预想到在这个方面它有功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产品如果你真正要来理解，要了解它的成分它的机转它有8大基本功能再加上呢跟外面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产品的过程，我们再加上我们独有的生物信息的这种独特的质子信息能量在这里面所以它的效果之前我们合作的单位那个医事学院的院长，他也是透过那个研究生去检查，他说他产生的效果跟之前多了1倍的功效，那个细胞的那个 power 多了1倍的功效，所以就知道做对养生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健康啦，对，健康才是自己的大事那养生保健呢，厨房开始，从饮食中创造健康。那我们饮食现在很难，因为现在饮食大部分外食嘛，对，那你外食又为了急就章，你不可能营养均衡嘛，所以可能你会吃到大部分都是淀粉的
油炸的，而且那个油又是 Omega-6，造成慢性发炎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你能不能做精准正确的养生，跟你所学习的知识成正比。如果你愿意来学习一个正确的养生知识，你就会比较容易怎么样？懂得选择我该吃什么多一点，少吃什么多一点，我的日常生活。所以刚刚讲那个端粒，实际上造成端粒会变短，最主要的原因，诺贝尔得奖那个书里面写的原因，最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压力，压力；第二个就是睡眠，很多原因；第三个就是饮食；第四个就是什么运动量不足，种种原因都会让我们端粒快速的缩短，所以才会那个吴主席一个晚上头就白了嘛，对，那个就是压力、烦恼，急促造成的，可能他DNA做了很大的改变，那个头发，这历史上这个是真还假，也没有办法去求证了，所以精准养生，在养生保健，人人未来这一条道路上，每个人都需要，懂的人他更渴望的需要，所以我们真的要谢谢曾老师跟那个先进基因呢，大家走在这个前卫的道路上这么辛苦，我们后人来乘凉，真的要谢谢你们，谢谢。对，那我们要请问教授啦，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产品，然后让我们自己就是可能先天基因不足的部分做补强吗？对，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基因遗传占了一部分的原因，但是很大部分是后天环境，就像创办人讲的这个食疗、健康食品。是。好，那我们怎么样子吃到最对的东西？就刚刚讲，你吃了一大堆，当然会造成你肾脏的负担，也不是很好。那当然重点就是花了很多的钱。对。所以我们透过后天环境，的确我们可以来改善我们很多的状况。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端粒太长的、太短的人，你当然就要注意你是不是睡眠要充足，然后你吃一些，比如说美元宝来保养你的身体状况，那你就看到说，这个端粒慢慢就又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下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是可以去改变它的。对，那基因检测不只告诉你的是风险，也会告诉你现在当下你是要怎么做好调整你自己，去保养你自己，那会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成果。那江总原本你3年前说自己检测完大概60岁，然后现在你又恢复这么年轻貌美，你有用什么产品吗？对，我有很认真的吃美颜宝，然后听说他们都卖到断货。对，那我讲一个我们家女儿啊，我们家那个。不要讲哪一个，等一下他们会抗议。某一个女儿是在他们的就是我们的基因就是比较属于高胆固醇血症的家庭哈，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也不胖，但是他们的血中的那个 LDL 低密度胆固醇很高，很高。对，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因为也透过看到很多的科学数据，看到宏威这个有很多的养生保健的秘方哦。那我也让孩子，因为你知道这种不好的油囤在身体里面哦，事实上油是一般的，你说吃少一点也是没有用啊，就是还是会囤在身体里面。就在油要带走油哈。那因为宏威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Omega-3的这个酪梨油哈，那我们就让他早上喝酪梨油，然后呢，因为酪梨油大家单独吃哦，事实上我们的身体里面最主要控制脂肪的这个 lipase 哈，我们说的 proteinase lipase 就是我们的胰脏哈。胰脏要健康，很多的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说我们的肠道菌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他就早上呢一定要吃个酪梨油1包酪梨油，啊那个宏威科技很贴心哦，就是刚好就帮你准备好1包啊，也不会对太多太少哈。然后再一包的益生菌哈。后来他就瘦了3公斤，然后1个月。对，就是当我们也其实之前也吃过别家的益生菌哦，因为这种养生让我们大概了解，但是透过他们这样大数据一直在送哦，我就发现真的好像给我家女儿试试看，真的有帮助哦。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发现真的你就是在规律的养生哦。我有一个论文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就是无钾无波比哈，只吃3天哈，跟吃5天，跟吃每一天都吃哈，其实他们会发现它的 P 值，我们所谓的统计显著值哦，是每一天都吃，其实效果是最好的。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其实我们只是吃了宏威的保健食品，我们就不用去上减肥班哈，然后身体也变健康了哦。那我觉得这是做妈妈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可能就像那
个，因为这个能量学的部分，这是宏威的，就是专业哦。他们加了一个性行能哦，是不是让这个益生菌变得更有活力啊？甚至这个 Omega-3让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吸收。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是宏威很神秘，而且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这个宏威这个性行能产品真的是超厉害的，哇！所以创办人是不是这个美颜宝看起来非常的棒以外，我们很多产品都很棒，对不对？对，这个事实上养生是。人讲就讲为头毛过到脚毛啦，因为人的组成，它不是单一个产品就可以把你顾好的啦，它要有一个各取所需啦，那最基本就是营养嘛，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公司就有2位专业的营养师各种不同的专业人才再加上我们现在有那个先进基因的合作呢，我们在整个在服务我们的经销商、服务我们的爱用者方面呢，会更强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这个世界啦，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一切都是为了健康啦，健康才是什么？才是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因为如果你不健康，你的家人啊、小孩啦、父母亲都担心啦，所以我是很期望呢，不管你对养生保健有什么观念，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排斥来了解任何跟你介绍养生保健专业知识的好朋友，这样给别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真的谢谢我们那个曾博士、曾教授，还有我们那个。这个漂亮的这个总经理呢，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加入他们的团队，一起来创造呢，有需要健康有缘的人，在养生保健这一条道路上，更简单、更方便、更容易的，达到他们想要的，生活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未来啦，因为人是讲未来对，谢谢创办人。好，那我们透过节目了解说，我们不能自己去选择说我们要什么样的基因，但是呢，我们后天可以透过我们自己选择如何来精准的养生哦。好，我们再一次呢感谢3位贵宾到节目当中，谢谢创办人，谢谢曾教授，还有谢谢江总，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下集再会喽，拜拜。